咱来看这台南永康复兴路423巷内面的冠村彩绘墙，永过是真出名。不过最近是有人反映讲，到今呢，这拢无适当的排水设施，甚至有这住户厝内面也是无便所挺好用。针对着这款的情形，市政府是回应讲，目前已经有要求相关的局处参国产署来协调，也讲会来改善当地排水设施。 眼前这块地内面杂草生甲满世界，边仔有废弃物蹲甲绿葱葱，这是台南永康彩绘冠村内面的路边公园，本也通互人来这做纪念。有在地居民反映，长久无人整理，煞拍粉去，互人想袂到，这竟然是台南绕一区的景象。更加含的是，这无排水系统的问题，甚至有徛家厝内无便所，就爱靠药或洗桶来使用，就算怨叹，嘛是爱接受。迄阵阮翁。 伫个，伊嘛是无便所，伊嘛无去啊。迄倒人的厝人的，有时芳去迄个，阮一个阿婶是啥阿婶，带摕芳去的所在倒啊。很多时候就是假日没有地方去，他们都是属于说是单身北北，然后都走进来到后面大概有1000多户，这样，然后都是这样子一些荒地，又分为国有财产，这块地又是国家的，所以很多地方变成说。 没有去理会它。因为这个贯穿用心打造，墙仔顶面5花杂色的图样，百姓未少人来翕相。目前只住户村200多户尔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土地打整合成国产素产农民平原，因为产权复杂，加上贯穿内底交通无利便，影响地方发展。另外，这部分地势是较低，再加上无排水设施，侪住户反映定咧饮水，互因真无奈。 拢无甲阮看见你，阮无希望因爱钱爱啥物，迄若闻着去饮着，真正会死。狗啊，细条叫伊清，讲伊无法度清，今日足委屈的。经要求公务、水利等相关的单位，尽速的和国产署来沟通协调，改善当地的排水设施以及环境哦。今日贯穿边仔当咧去下市场，共款有排水的问题，地方希望透过排水设施先来改善环境，未来通参平时野区的开发，透过都市更新来解决历史留落来的问题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